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6月2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通化门事件。什么叫通化门事件？实际上是东南亚两个国家，一个是泰国，一个是柬埔寨，也就是东盟成员国，或者是咱们经常说是大国的后花园。泰国的总理叫佩通坦，给柬埔寨的前首相洪森打了一通电话。这个洪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把这个电话公布了。结果这个电话一公布，就引起了东南亚局势震荡。先是泰国国内，这个总理佩通坦面临着下台的风险。泰国国内开始弹劾，有民众上街游行，要求佩通坦下台。那泰柬边境也是风起云涌，泰国和柬埔寨双方这俩国家之间也是剑拔弩张。洪森作为前首相，穿上军装到前线各个部队视察，并且放话说柬埔寨有手段、有武器可以打到曼谷，但是他树高莫用，双方火药味越来越浓，让东南亚的局势进入动荡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叫通化门。这个通化门的起因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说一说。2025年5月28号，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发生一起短暂但致命的冲突事件，也就是边境冲突。双方对事件的起因各执一词。当地时间5月28号凌晨5点30分至5点55分，冲突发生在泰国叫乌文住差他尼府，什么柬埔寨博威下省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那个地方是两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双方都没有商量好，边界和领土的争议一直存在。双方各执一词，就是泰方说检方士兵进入这个争议区，那检方说泰方首先开枪并撤离。短暂的交火约10分钟，造成一名柬埔寨的士兵死亡，而泰方无人员伤亡报告。事后双方启动边境沟通机制。检方行动呢，柬埔寨国防部表示将继续与泰方沟通，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并对事件展开调查。泰方态度呢，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蒲坦表示事件已解决，双方无意开火，就这么个事。边境冲突发生以后，泰柬双方关系就急剧恶化，当然涉及到泰国国内的一些矛盾以及柬埔寨国内矛盾，所以双方国内都有人拿这个事情来炒作，达到自己目的，所以这个问题水比较深。作为泰国总理佩通坦，他想起了这个柬埔寨的当家人叫洪森，这个洪森家族在柬埔寨那就相当于实际控制人，只能说相当，因为洪森本人是柬埔寨的前首相，现在担任柬埔寨参议院的主席。这个一共只有不到2000万人的柬埔寨，现在的总理是谁？就是首相，是洪森的长子洪马奈，次子洪马能任陆军副司令，三子洪马尼任副首相兼公共事务部部长，大女婿狄伟杰是上将，小女婿聂沙文任第一副首相。所以说洪森家族牢牢地掌握着柬埔寨的实际权力。泰国的总理佩通坦就突然想起了通过他私人关系缓和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什么私人关系？这个佩通坦他是泰国家族望族他信家族的一员，他是他信的女儿。一说到他信，了解泰国人都知道啊，泰国自从他独立以后，泰国的政治好像也被施了魔咒。泰国分成给人感觉是3块，一块是泰国的国王，看过视频的都知道，这个泰国国王在泰国地位相当神圣。现在为止，不管是国王的老婆叫王妃，还是什么你是军队的司令，你还是首相，你见到国王还要下跪，都是跪式服务。这种视频非常多，大家自己去看去。泰国国王，泰国经常有军方势力干涉泰国的内政，也就是泰国动不动政变，我想这个大家都有印象。泰国的政府他信家族在泰国那也是举足轻重，他信本人当过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也当过总理，这个佩通坦是他信的女儿，他信家族还有一个成员也当过总理，这是一门四公。他信家族跟柬埔寨的洪森家族实际上两个人穿透下去，归根结底都是广东人，广东梅州还有潮汕的两个广东老乡。所以你想，一个是在泰国把持泰国朝政几十年，一个是在柬埔寨把持柬埔寨朝政几十年，这两大家族之间的私下友谊那就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时候佩通坦他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给洪森打一电话，缓和一下双方边境局势，因为泰国也要发展经济，不想被边境这些事情牵扯精力，偏离了国家发展方向。你通过外交
交手段当然是正规渠道，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外交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这事情越搞越大，因为双方在明面上都不能让步，涉及到边界，涉及到领土，这玩意儿只能上纲上线，谁退谁卖国啊，这大概这么个逻辑，越强硬越好。但是你要越强硬，实际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泰国总理佩通坦打响了给洪森的电话。佩通坦希望通过两个家族的私下友谊来缓解边境的冲突。这是我分析的，我认为他一定是这么想的。结果这通电话据说打了30多分钟，在被曝光的录音中，佩通坦亲切地喊洪森叔叔，私下里叫叔叔也没毛病，因为他双方家族本来就是几十年的交情。洪森跟他信是一辈的，他们俩之间友谊，那作为他信的女儿叫洪森叫叔叔没毛病。问题是这个时候私下里叫他没毛病。你这个佩通坦的身份已经是泰国总理，所以这个录音一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让我们想起了这个爸爸梗。你说在东南亚国家，你叫这个洪森叫叔叔，叫出毛病了。但是你看在北约峰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跟特朗普之间说爸爸，好像在欧洲在美西方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大的风波，大家都拿这个调侃开玩笑，没人把它当个事。但是你看同样这个事情在东南亚，尤其在泰国，立马引起民众的反感，认为这个有辱国格。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那效果完全不一样。美国人也拿这个特朗普的爸爸梗玩梗，这欧洲人也拿这个玩梗，没人认真，没有人说游行要吕特下台，要吕特道歉。我们接着说，佩通坦给洪森打的电话里面，不光是叫叔叔犯了众怒，最关键的是两个人的通话，大家想一下。所以我觉得作为正常的逻辑思维，你都能想象到这个佩通坦给洪森叔叔打电话，他会说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缓和双方局势矛盾，边界冲突。你总不能说把洪森骂一顿吧，把柬埔寨说都是你们不对，你们要道歉，否则怎么样？那你给人打电话叫叔叔干啥？所以他一定是打电话劝洪森，你出来说话，双方咱们缓和一下矛盾，你不要跟我们这帮军队的人一般见识，一定会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佩通坦肯定说，因为刚才说了，在泰国这个政治格局里面，他们军方和那个政府，他经常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动不动就发生政变，所以也就是军方和政府的矛盾也是非常紧张。你政府也可能是受泰王所托，要发展经济，要解决什么旅游，解决产业，解决军方可不管了，军方他可以以什么领土安全啊，这个安全来搅局。所以在这个通话中，这佩通坦他就说，跟洪森说，这个尤其是负责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安全的泰国的第2军区司令，佩通坦就说，这个洪叔叔，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我的对手的人，就跟我不是一条道上的，这人就是专门找事唱反调的。也就是说他要制造紧张气氛，跟政府是不是一条心的。那第2军区司令，那肯定是他希望边境局势越紧张越好，最好打起来。那佩通坦肯定是希望越缓和越好，安心发展经济。所以佩通坦给洪森打电话，一定是某种程度上去求和，咱们表面上互相不能让步，互相言辞越来越激烈。比如说泰国政府要对柬埔寨要进行什么断水断电，类似这种限制从柬埔寨的出口贸易，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佩通坦说咱们缓和处理。双方政府因为边境局势问题，双方剑拔弩张，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互相针对。那佩通坦在这个电话里面都对洪森该道歉的道歉了，该说缓和的缓和，私下怎么缓和，实际上是一种利用两个家族的私人友谊，要解决两个国家的争端。结果阴沟里翻船，年轻的佩通坦是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好像是85年的80几年的，他哪里是老谋深算的洪森的对手呢？对吧？在国家利益面前，你这个私下的友谊有什么用？那都是用来出卖的。所以洪森立马把他据说是30分钟的通话录音拿出来，是几分钟，9分钟，给他公布了。这一公布就立马把这个佩通坦他信家族就放到火上烤了。泰国民众一看到这个通话门，就是录音，这个佩通坦不仅是让泰国民众觉得丢人，有辱国格，而且也得罪了这个军方。事后佩通坦解释，他的跟洪森的这个电话这个说辞都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佩通坦本人还向第2军区司令专门去道歉，取得军方的谅解。泰国第2军区司令也对媒体表示，总理佩通坦已经打电话向他解释了背景他并且说他不以为然，他还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职责，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泰国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几十年的矛盾这个大背景之下，这些说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军方和政府之间的裂痕是不是那肯定是
是越来越深了。本来双方关系微妙，双方就不信任。关键洪森还说只放了9分钟的录音，还有10几分钟录音还没放，一旦放出来，那效果更加炸裂，涉及到他信家族，对吧？很多问题。不过洪森解释，不是他把这个录音放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洪森把这个录音是发给柬埔寨的大概是80位政府官员，而是这80位政府官员里面某一位泄露了这个电话录音。根据《金边邮报》报道，洪森6月26日曾向他信发出过警告。洪森说，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他要爆他信的黑料。他还要求他信管好自己的女儿，泰国总理佩通坦。他信和洪森此前私交非常好，这个咱已经说过了。在东南亚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若要选出最像双子星的政治人物，他信与洪森无疑位列其上。一位是泰国政坛3届巨鳄转身的前总理，一位是红色高棉于禁中浴血重生的强人教父，命运轨迹却惊人相似，都曾被驱逐出权力中心，又都依靠家族力量强势归来。像不像特朗普第1任总统当完之后就被下台了，第2任又强势归来？在当今的这个背景下，都是这种人重新崛起，这也说明一个时代特征，好像这个世界走到了一个十字街头，出来都是这种人嘛。这个洪森和他信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不是简简单单的说祖辈是老乡，都说粤语。16年前，就是2009年，他信这个叫人生的至暗时刻，遭到泰国的军事政变，然后又遭受贪腐的指控，他信就跑了吗？流亡海外。洪森这个时候作为柬埔寨的首相，不惧国际压力，坚定地站在他信这一边，任命他信为柬埔寨政府的经济顾问。就对这么一个在泰国遭到指控逃犯前总理，把他聘任为柬埔寨的政府的经济顾问，震惊国际舆论。也就说明洪森和他信之间私人关系那可以说非常铁。就在2年前，也就是2023年8月5号，柬埔寨金边洪森官邸生日宴上，流亡海外15年的他信带着妹妹英拉，你看泰国的2任总理不远万里来到金边赴约庆祝洪森的生日。洪森感动至极，在社交平台发布3人同框视频，并且配文我的好兄弟来了。后来他信经过运作获得泰王批准，也就是他信家族跟泰国国王达成了这个和解，也不再追究他信这个罪名了，好像他信就坐了1天牢。这个也足以说明他信这个家族在泰国的地位。有那么一点，离开了他信家族，好像泰国就玩不转，有那么一点意味啊。所以2024年2月21号，他信获得泰王批准假释。第2天，洪森便乘专机前往曼谷探望他信。从1992年他信和洪森相识，2人的情谊已经经历了33年，绝对是好兄弟。问题是，既然是好兄弟，为什么会叫兄弟相残，互相出卖？有劲，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几十年的情谊为什么经不住考验？所以我们说的是这个背后的原因，这里面就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只有在利益面前，兄弟才会反目，叫什么？既担心兄弟受苦，又担心兄弟开路虎。这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什么看法？大的背景，全球经济都不太好，东南亚这个国家压力也很大，尤其是特朗普一上台之后，给泰国加的关税也不少，加上泰国本来它以旅游为主，所以说它在疫情口罩期间这几年旅游是不是受到重创？后来又激起针对在泰国旅游的华人的一些案件，导致本来泰国的游客是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排第1，好像俄罗斯人排第2，现在中国人的游客大量减少，就是因为激起针对华人游客的一些恶性案件，加上舆论，恐怕大家都知道，所以泰国的旅游受到冲击比较大。那这个旅游在泰国那个是分量很重，再加上缅甸妙瓦底电诈乐园跟泰国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大家就能想象一下泰国面临着什么一个情况，它的经济压力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泰王他为什么跟他信家族和解？还是希望利用他信家族势力，还是要把泰国的经济搞好，不用怀疑。所以说他假释了他信。那他信家族在泰国经过一个运作，这个他的女儿佩通坦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我的印象里面，泰国一直是有一个什么黄衫军，有什么红衫军。泰国只要政治一动乱，马上就是游行示威，就是那什么红衫军出来了。这个红衫军就是支持这个政府，或者说是支持他信家族；黄衫军就是支持王室和军方的，也是由来已久。红衫军，佩通坦当了总理以后，那他对泰王是有承诺的。那他搞经济，你想在这个情况下搞什么经济，发展什么产业啊？所以这首先到大国，还是想办法把旅游这一块啊要促进一下。到了大国，那问题就来了，这个促进旅游那是肯定可以的，双方
也是免签，什么都可以。问题是大国现在需要反电诈，要打击什么，就通过东盟这个国家绕道那些非法的地方，比如妙瓦底或者是什么柬埔寨。泰国本身自身也要求打击黑厂，打击电诈，因为黑厂和电诈给泰国每年带来税收的损失大概是上千亿泰铢的，一笔不小的钱。在以前泰国经济还可以的时候，那泰国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有灰色地带。但是你看现在蚂蚁都是肉，蚊子腿上要刮肉，要开源节流，政府要到处找钱，所以佩东坦就是以他为首的泰国政府就把眼睛就盯向了灰厂、黑厂。关键他跟前几任泰国政府还不一样，前几任泰国政府象征性的搞一下，就像反腐一样的，对吧？突击一下就完了。这个佩东坦是玩真的，因为他真要从这里面把钱找出来，一年要税收多个上千亿泰铢的，所以佩东坦就狠狠的打击这个灰厂和黑厂。这灰厂和黑厂实际上就是你比如赌博，比如洗钱，你比如电诈等等。那这个跟哪个也有关系？所有的灰厂和黑厂最终跟柬埔寨有关系。柬埔寨是实现灰厂、黑厂变现、洗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在柬埔寨。所以说这个黑厂、灰厂占柬埔寨 GDP 的60%，但是我说的不一定准，反正就是非常大。所以说佩东坦他在泰国这儿要打击黑厂，要去收税，这个不用说，你把卡住了。那下游柬埔寨这儿本来是指着灰厂、黑厂洗钱赚钱的，指着这过日子的，你上面你一打，他下游还有什么？所以影响柬埔寨的经济，影响洪森家族的利益。所以说来说去就是为了钱翻脸了。30年的友谊，对不起，以前的好兄弟别提了，有劲都是为了各自利益。这个洪森为什么把录音给他放出来？第一个显示柬埔寨的强硬态度，洪森家族为了柬埔寨的利益，什么兄弟不兄弟的都能出卖，积极检举揭发。这样在泰国民众认为，你看看洪森家族为了这个泰国老百姓，为了泰国的经济，那是什么好兄弟都不顾了。国家利益是在兄弟情谊之上，在私情之上。所以洪森就为他的儿子，就是洪马奈、洪马能这些人，为他的女儿女婿铺路，给他们造势。所以说得罪他姓家族，出卖佩东坦那就算了，小事，终究还是利益。那现在好了，既然你洪森不讲武德，洪叔叔不讲武德，那佩东坦现在他就玩真的了。他现在开始关闭泰国和柬埔寨的口岸，柬埔寨有很多水果卖到泰国的农产品，他主要的是卖泰国，泰国不要了，所以柬埔寨很多农产品就烂在河里面。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很多柬埔寨的人要到泰国看病，除了那紧急的特批，其他的一律不让，口岸都封锁了。对柬埔寨很多地方断水断电，柬埔寨的有大量的石油能源，它都要通过泰国进口转运，泰国说不给了，给它断能源。关于东南亚录音门事件，我大概讲的就是这些。我考虑的是什么？我考虑是个大背景。首先一个是世界经济都不太好，尤其是像泰国、柬埔寨这种东盟国家，他们是赶上正好美国跟大国之间贸易战，所以大国有很多产业疏解，就是洗产地嘛，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洗到越南、泰国、柬埔寨去了。因为咱们有很多光伏产业跑到柬埔寨去了，大家知道吧？这是特朗普给柬埔寨加的关税是多少啊？好像49%最高，因为咱们很多太阳能产业洗到柬埔寨去了，这个特不靠谱。这个关税贸易战在打向全球，实际上给泰国、柬埔寨这些也是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哪个国家老百姓都是只能接受日子越来越好，不能接受日子还返贫，大家都接受不了。所以在共同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下，大家赚钱都难，那就开始内卷。所以泰国、柬埔寨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它就越来越严重。它本来历史上就有边界冲突，以前经济发展的好的时候，大家都不提，或者是大家都是往下压。现在经济都不好了，那这搞点边界冲突，把矛盾转移一下，这不就是惯用手段吗？这是所以第一个，全球的经济在特朗普的关税战、贸易战之下，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你看看前不久是印巴两个人打得不亦乐乎的，巴基斯坦跑到美国去了，说感谢美国调停啊，印度说了这不是美国人调停的，不是特朗普调停，是我愿意停。你看印巴冲突，还有南海也不消停，所以这也反映出地区冲突也是一触即发，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啊。第三个就是我想到了，从朝鲜到朝鲜到韩国，再到日本，再到什么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你说这一大圈，总感觉它表面上看好像很现代，但实际上又跟现代相距甚远。当然印度就别提了，就这个国家你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制度也是很现代的，但是它本质上和朝鲜世袭制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你说柬埔寨被洪森家族把持，泰国是他信家族把持，这个和
朝鲜被斯林官家族把持，好像也差不了太多，是吧？有区别，你不能说没有区别，但是结局还是这个家族把持嘛，但只是没有斯林官那么血腥而已，犬决什么炮决。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但是日本为什么会那么独特？介入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介入日本和泰国、柬埔寨之间的，那就是韩国总统他被罢免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连着什么监狱，多少任总统这下台直接就去了监狱，这也施了魔咒。你看韩国的政坛的魔咒，那跟泰国的政坛魔咒不是一样吗？泰国的动不动就是政变，总理就被赶下台了，跑了。好像那个英拉在大国创业来了，哪个企业当董事长，所以这也是个现象。为什么这挨着印度的这些地方，总感觉他们不正常，不像个现代这个国家？但是他披着现代的外衣，这个也值得大家思考。为什么日本会特立独行？你要说印度不行吧，印度的文化、印度的历史和印度的人特性不行，那斯里兰卡好像又不一样。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